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美国的股市再一次来大崩盘。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仔日甲话讲甲真坦白，讲台北股市嘛闪未过。虽然未来出现着断崖式的落盘，但是确实这个落楼梯比就楼梯较侪。另外，财政部长苏建荣讲，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，这个降税部分会重新来核定营业税，甚至无排除这个营业税都不爱扣咯。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嘛来讲，疫情若继续拖，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正歹保二。它会延续到第三季、第四季的时候呢，那它的几率呢，我会把握的几率就会要比较小。央行总裁杨金龙承认 GDP 要保利有点困难，政府推动3000亿纾困方案，但是立委议员感觉无够。财政收入的部分，至少在债务方面不是问题哈，因为我们离在线的基本上还有一段距离。是营业税的话，基本上它是核定课征的，我们会从低核定甚至为零。今年有亏损，那明年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，它可以往后抵10年。纾困措施细节更加具体，但是美国道琼2千又搁大了915点，市场信心不足。连累台股3早开盘了后，大了超过240点，前景嘛跌破9500点。不过随后伫9570点附近震荡。我们呈现上楼梯少一点、下楼梯多一点的状况，确实都是一直存在。我想，股市还是呈现它一定的活络。立法院3早嘛祭出更加严格集中人员的限制，财政委员会内面袂使组织超过80个人，媒体嘛必须要领出号码牌。就惊立法院出现着群组感染，官员也是被隔离，自身难保，想要救经济嘛难。